台南有一位高龄94岁的阿嬷，因为呼吸喘促，血氧浓度低于90%，且食欲减退，意识时而模糊，情况并不乐观。因为阿嬷希望在家善终，不接受侵入性的治疗，在医疗团队的见证下，家属签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后返家。奇美医院随即启动在宅急诊照护计划，由跨领域医疗团队及科技医疗辅助，展开一场与病魔的拔河战。在宅急诊照护的话，主要都是针对署方在去年的7月份开始执行了哈，它主要是针对肺炎、尿道感染跟软组织感染的这3种疾病去做治疗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就是这病人的话，他可能是在医院等床好几天，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可以有各方面的团队一起来合作。照顾这边包括护理师啦、药师啦、放射治疗师啦、转衔照护护理师共同照顾这些病人。那我们希望的话，透过一些像物联网里面的话，远端监测仪器的话，来监测病人的生命真相、呼吸、心跳、血压、血氧，让他在家里的话，也跟同样的话可以及时监测他的生命的状态。那如果有什么紧急的变化的话，我们随时送回医院去做治疗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检查，包括一些脐带式的 X 光机啦、超音波，那或者是一些抽血，那可以随时看看病人的疾病状况有没有就是进展的状况。那如果是有变化，我们可以随时送回医院这样。经过14天的在宅急诊照护，阿嬷的肺部积水逐渐消退，血氧也慢慢恢复正常，精神状态好转，胃口恢复，并可自行进食。期间还特地到美发店 settle， 开心迎接农历新年。阿嬷透过安宁居家疗护，选择在熟悉的家中安度余生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